欢迎各位来到河北市餐饮行业协会第3届理事会就职典礼表演现场。嗱，今日嚟到四會就參加四會市餐飲行業協會第3屆理事會嘅就職典禮，仲有四會一席賽。四會係好山好水、好菜好廚師啊，所以咧四好啊！呢度河絲又靚，雞又靚，特別喺四會一定要食咩啊？茶油雞，原來茶油雞可以一路伸延到有茶油鵝、茶油鴨都得嘅，所以咧茶油原來係好有作用嘅。愛上咗佢啊！唔使講嘢，等陣爆汁啊！係爆汁。啊！啲陽光好靚啊！我記得南粵廚王爭霸賽時候咧，有一個四會嘅廚師就係做茶油雞，就攞咗南粵廚王啦。佢茶油雞咧，佢主要都係用鹽焗雞嘅方法，但係佢用茶油啊、茶籽油，係特種嘅茶籽油。咁呢只同呢只有乜分別咧？茶油鴨、茶油雞，哦，原來茶油雞都有2種做法，茶油鴨都有蒸嘅，有浸嘅。恭喜會長啊！嗱，人稱華姐當選會長連任啊！都係珠三角嘅人，大家都經常交流啊。和哥係我好大佬，好多年嘅好兄弟、好大佬。阿梁哥，和哥，蘇良係喺澳門上嚟支持嘅，順德廚師會會長黃福堅，潮哥，潮哥，見到黃哥好高興啊！肇慶嘅四會市咧，就係啱係2條江，西江同北江。呢度咧人日出，人傑地靈，有好食材，好山好水。今日嘅活動咧係四會嘅一班飲食同業嘅精英，我哋嚟學習交流下，或者我哋一齊去鼓勵大家點樣喺粵菜裏邊，我哋更加團結一致，喺大灣區共同咁將粵菜更加會推向更嘅高峰，推向一個新嘅高度。好高興，得到協會嘅肯定同埋鼓勵，大灣區嘅粵菜加油！